主席，本人今日嘅議案辯論嘅議題係本會促請政府全面檢視中小學以小班模式教學嘅成效。回顧歷史，政府自2009年至到2010年嘅學期開始，在公營小學逐步實施小班教學，目的係要透過小班嘅教學策略，促進課堂內嘅互動，從而有利多元化嘅教學，提升學生嘅學習成效。實施小班教學，在學校喺小一派位以25名學生一班為標準班額，其餘嘅學校則會以每班30名學生為標準班額。到2025年、26年學期實施小班教學嘅公營小學整體比例已經達到約90%半。喺中學方面，中一嘅開班數目計算準則為每班25人。喺呢個寬鬆嘅準則下，最少取錄25+1，即係26名學生就可以開辦2班，即係平均每班係13人可以開班。主席，小班教學係教育局嘅政策，雖然中學沒有實施小班教學，但中學每班人數大幅減少。據教育局嘅數字，中學實際每班平均學生人數係28人，已經係小班模式教學。呢個係一個現實嘅狀況，原議案也因此用小班模式教學這個描述性嘅字眼，不是用小班教學，正是要作出區分。主席，中小學學生人數多年嚟持續下降，主要原因包括出生率下降同埋移民等呢個結構性嘅因素使然，但係政府對中小學嘅教育撥款卻是有增無減。一組官方數據檢視07-08年嘅學年，小學生同中學生嘅數目分別係385,949人同埋482,2414人。2023-24年嘅學年，小學生及中學生分別減至325564人同埋328474人。但係政府撥俾佢哋嘅經常性開支方面係有增無減。以官方開始有記錄嘅07-08年學年開始，小學同中學多年嘅經常性開支分別為110億同埋180億，增至到2023年嘅260億同埋330億，兩個增幅都係好驚人。雖然我哋應該係同意教育係一個對社會未來嘅投資，而非一個開支。但係由於正在我哋而家面對嘅係結構性學生流失問題，所以自由黨同我一直係反對以本地生產總值 GDP 佔作為教育開支嘅硬性指標。須知績效指標嘅 KPI 係用以衡量管理工作嘅成效，但係教育開支都係多少應該根據教師同學生嘅數量去釐定。尤其近年，除中小學學生人數外，教師嘅比數亦持續下降。如果政府繼續維持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嘅比例，等於白白浪費冤枉錢。自由黨係認為中小班模式教學嘅目的，絕不是只係減少每班學生人數，反之學校應善用小班嘅環境，提升學生嘅學習成效。教師嘅教學技巧和能力係有效推行小班模式教學嘅關鍵。教育局需要為學校教師提供各項專業發展活動，以便透過理論學習、課堂實踐同埋經驗分享等支援方式，協助教師釐定適切嘅教學策略，以及掌握如何喺小班模式教學嘅環境下運用不同嘅教學模式。小班模式教學係可以提升學與教效能以及照顧學生嘅學習差異。我認為教師可以增加提問層次，以提升學生嘅思考能力同埋照顧學生嘅多樣性。教師可以運用提問嘅技巧，同埋包括給予學生嘅提示，加以追問或修訂問題，並提供充足嘅時間讓學生討論、補充或釐清答案，從而幫助他們逐步建構知識。
此外，分組活動可以加強討論同埋協作嘅元素，以充分達到呢個集思廣益、以強帶弱嘅共學效果。主席，我原議案係要促請政府檢視現時中小學以小班模式教學嘅成效，從而令學生同埋家長獲得最大嘅利益。我希望透過今日嘅動議喺這個議事堂集思廣益，給予教育局去思考因應學齡人口嘅變化、公營中小學學位規模嘅未來路向。更進一步係教育局要一並檢視及優化現時使用嘅課程、施教方式，甚至課堂安排等等，令小班模式教學係真正達至成效。現時每班學生嘅人數減少，規模上已經係小班，但係部分教師仍然用大班嘅老調方法施教，呢個只係問題所在。面對千億財赤，政府沒有削減中小學教育撥款，但正因為財赤，我哋唔係更需要珍惜現有資源及將之更加善用咩？我提出嘅議案係希望政府從宏觀角度去檢視中小學小班模式教學嘅成效。對於朱國強議員提出嘅修正案，我認為係改變咗原議案嘅原意，把議案嘅範圍縮窄，要求政府檢視小學小班教學嘅成效。就中學方面，則只要求評估小班模式教學嘅可行性，遠低於原議案嘅要求，令其失去其宏觀性同埋全面性，變相否決原議案嘅意圖。主席，按議事規則，每位立法會議員有權喺議事廳提出議案辯論，也有權提出修正案。但係立法會亦有優良嘅不成文慣例，就係議員之間互相尊重。當一位議員動議辯論一個議題，其他議員固然可以反對提出修訂，但係修正案嘅目的係聚焦原議案，強化原議案嘅威力，令希望議案就成就出一項更有力量嘅措施同埋政策，推動政府去做，令整體嘅社會受益，而絕不會也不應騎劫議題，將原議案改至面目全非，然後煙消雲散，最終導致政策討論失焦，未能帶出預期嘅效果。議員如果對原議案有不同意見，有效嘅方法係喺發言時提出反對論點，互相辯論；喺投票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甚至於日後自行提出議案。呢個係議會一直行之有效嘅慣例。遺憾嘅是，朱議員今次提出嘅修正案，將原動議嘅原動議模糊化，使到我哋失去全面檢視中小學小班模式嘅教學機會。主席，議員提出議案辯論嘅機會係珍貴嘅，每個議員每屆最多可以獲編2至3次嘅辯論時段，去促請政府或者團體採取行動。我哋要珍惜呢個時段。但係我注意到本屆立法會已經不止一次有議員嘅原議案係被修正到面目全非。雖然目前嘅議事規則並沒有就這方面作出規範，但我認為同事應該互相尊重，恪守議事倫理，正確使用修正案，不要難逃截劫原議案。我希望今次能夠喚起大家對這問題嘅關注。或許立法會係時候檢討一下，就議員議案提出修正案嘅訂定指引，或作出適當規範，令議員議案可合理地達至預期嘅目的。我對各位預備咗喺今日發言嘅同事致歉，亦都懇請主席以此為契機，帶領我哋重拾正軌，完善議會嘅規則。基於上述嘅理由，我現在決定不會動議我嘅議案。多謝主席。